为冷冻车搬落来一箱一箱的米汉堡，是知名养生食品公司老协珍要来送予弱势家庭的礼物。因为有感疫情，互大家拢过了真辛苦，更何况是这原本就已经真歹过民众，所以老协珍为尽企业社会责任，发起米汉堡环台做公益活动。第3站来到南昆省大天府，要来关怀大北门区的家修理户。今天很感谢南昆生代天府呢来出借这个场地，支持老协珍的米宝送爱心的活动。那这一次是我们庙宇巡回米宝送爱心的第3站。那主要的对象呢是发送给就是偏乡地区的低收入户弱势家庭因为我们发现说在疫情过后呢就是低收入户或者说弱势家庭的经济呢其实是更加困难的。那所以呢，我们就开始就是9月的时候呢，开始到台湾发起各地的庙宇巡回米宝送爱心。那这是我们的第3站。那未来继续呢，会就是继续跟各地的庙宇做合作，然后继续未来的1整年呢，都有继续做规划。南昆省大天府董事长陈俊义也特别来到活动现场，感谢老协珍的温暖付出。老协珍公司本着企业取之社会、回馈社会的那种精神就人机己机的精神来回馈我们的社会。这个是企业做到他们的社会公益这一块，跟我们南昆大天府一样，我们宗教界也是一样，是劝人向善，然后也是要做这个社会救济社会公益。所以现在大家多多支持老协珍公司是一个很有爱心的企业。这次总共发出3000粒米汉堡，关怀了大北门区500位弱势民众。老协珍也持续环台做公益，将这份温暖扩散到台湾的偏乡角落。台南新闻张秀维采访报道。